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小邓老师。大家好，我是小琴。小邓老师，刚刚就听到我们摄影棚好热闹的音乐声，我们今天的单元应该就是要介绍客家传统歌谣吧？系哟，冇错哦。今本日啦，你好好自家天师好烟，你我来介绍观众朋友来介绍客家传统山歌嘅平板。平板电脑，哈哈，莫怪小情我按用門哦，我所搞客家歌謠版世界啦，我每位老學生嘅開玩笑講啊，客家人喺當先進嘅哦，從100多年前啊就有平板咧，實在講唔係啦。然後先老大家講嘅就係客家山歌啊，做嚟講係啲客家音樂文化嘅創新，也做嚟講係啲客家人精神文化嘅重要特質咯。啲好客自家天師好嘢，設計首歌客家傳統三大條老山歌、山歌子。今本日出來介紹平板山歌哦，客家傳統的歌曲有所謂的3大調，分別是老山歌、山歌子和平板山歌。那我們節目單元呢已經介紹過老山歌和山歌子，那今天老師要介紹差點讓我誤會很大的平板山歌。其實一般來講呢，對於客家嘅歷史老文化唔係清了解，也係講完全冇了解，特別係對於當到他唔是客家話嘅人來講呢，也做得從啲傳統嘅客家山歌當中，去了解客家嘅風土民情，尤其早期客家人所落腳嘅所在，大部分就係從嘅山壁度方哦，生活條件當艱辛。自然語言就培養出當刻苦嘅、當失望大變嘅民族性出來，有2道民族性嘅特質啦，所創造出來嘅山歌，唔單止有佢當特別嘅特色，同時客家人也充分利用山歌來表達客家人嘅思想。生活老感情，確實是啊。以我對客家文化來說，完全是門外漢，完全是陌生的。但是經過半年以上哦，跟着小鄧老師主持種種的客家文化單元節目，真的能很深刻了解客家人那種樂天知命、勤奮打拼的生活態度，真的很讓人佩服，也值得大家來學習哦。小琴你根本有識堂嘅係麼？最愛聽會講法。老師，我是實話實說小鄧老師客家傳統山歌，我們介紹過老山歌和山歌子，那平板有什麼不一樣嗎？平板又稱作改良條，顧名思義呢，叫個曲調平坦順暢，唔是來太長太高嘅音調。做得上講係啲老山歌、老山歌子演變過來嘅，同樣冇固定嘅歌詞，係客家改良起嘅主強。平板呢，也係啲客家採採去劇當中呢最主要嘅曲牌，做得講係用來創立嘅牽涉文也非常適合來舞台表演。平板呢，佢冇一定嘅曲調、老歌詞，故所做得隨意來改變，同樣係青年時期嘅時期哦，有押韻都做得唱拿來唱。記得之前我們節目就有介紹過老山歌、山歌子傳統歌謠，就是一種口唱文學，也是講求1句7個字，4句就成一首山歌。客家傳統山歌真的很有文學性誒。小鄧老師，我們就先來介紹歌詞吧。好哦，以下出來介紹平板嘅歌詞哦。根本日介紹平板歌詞這個歌詞係就是天師立志嘅歌詞哦。有閒時節唱山歌，人生唔是唱歌咯。貧窮富貴兩種天，身體健康安樂多，心修荷包兩面風，一面獅子一面龍，獅子上山龍轉水，雲底後世張相逢。心